带来演出了啊！来，那当然呢，说到今天的服务团队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老师，正面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当然呢，在这就是当下的现在可以上周一到了，那有这个机会来家服务这个音乐想可以介绍给大家哈。来，那现在介绍的从我们的左手边先介绍了，来，刚刚有带来精彩演出的非常非常好的，就是我们的萨克斯老师佩妮，谢谢，大家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长腿妹妹哈，我们的娜娜，欢迎娜娜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的最优质，我们的 Kimo 哪里，谢谢。躲在身后的这一位美女哈，台上的灵魂人物哈，来，OK，那接下来要介绍的，在我左手边这一位哈，歌声非常棒的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庆祝会主持人，介绍一下小花，谢谢。当然来到我们今天的最优质的主持人。老师小文，掌声谢谢。那当然呢，也希望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演出大家会喜欢啊。好，那好听的音乐就像我们今天的加油一样，它一直的虽然能够加油，你打开光哈，只是放下哈，那紧接着要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小小的。